好，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再一次嘅好高興能夠喺網上，我哋再一次嘅見面，我哋彼此嘅嚟到去問候，亦都彼此嘅交通，又一同嘅查考神嘅話語。我哋低頭，我哋做個祈禱。我哋喺天上嘅父神，我哋嚟到你嘅面前，主，我哋願意獻上我哋嘅感謝，感謝神你喺我哋嘅生命嘅日子裏邊時刻嘅與我哋同在，因為你嘅同在嘅應許，將我哋唔需要懼怕，因為你同在嘅應許。讓我哋知道，我哋可以能夠喺我哋嘅生命嘅日子嘅當中，無論遇到乜嘢嘅事情，我哋都可以仰望主。主，我就願意嚟到你嘅面前，嚟到將我哋喺呢個網上嘅每一位查經嘅弟兄姊妹，將我哋都能夠交託。主，願你自己能夠親自嘅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嚟到引領。主，喺呢度，我哋恭敬嘅將到三嬸擺喺你嘅手裏邊。主，我哋知道三叔嘅身體，主你自己都失去咗佢喺地上嘅勞苦，將佢接到你自己嘅懷抱裏邊。神啊，就求你能夠俾三嬸能夠有呢個嘅體力嚟到去辦理一切嘅事情，亦都讓喺下個禮拜嘅出殯嘅當中，主你自己嚟到去引領看顧。主，願你自己嚟到喺人嘅生命嘅當中嚟到去繼續嘅掌王權。讓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將我哋嘅身心靈都交託喺主你嘅手中，因為知道喺神你嘅手中係必定最好嘅。主，我哋嚟到你面前嘅時候，亦都紀念到喺身體上邊有疾病或者有軟弱嘅，求神你自己憐憫。特別將到我大姐姐，佢而家喺呢個嘅ankle嘅呢個嘅痛楚嘅當中，主，願你自己嚟到憐憫，你減輕佢嘅痛楚，亦都俾佢能夠真係可以揾到一個方式嚟到去恢復。我哋知道真係呢啲嘅情形都係有好大嘅一個嘅suffering， 願住你自己嚟到施恩。主，我哋都感謝你讓Lisa 峰佢打咗呢個針，雖然身體唔舒服，但係佢都可以喺家裏邊又休息。主，願你自己嚟到引領，將我哋每一個人喺呢個嘅人生嘅階段裏邊，好多時身體都係又高又低，又突然間有啲情形發生。主，無論係點樣樣，主，願你自己嚟到牽引我哋，無論我哋出門，無論我哋喺家，願住你自己能夠賜下平安。多謝我哋嘅主，祝福我哋以下查經嘅一段嘅時間，讓我哋能夠真係同心嘅喺你嘅面前嚟到明白神你自己嘅話語嘅時候，將我哋心裏邊就有一個嘅警惕，就有一個嘅認識，好叫我哋能夠警醒嘅，好叫我哋能夠堅定嘅跟隨主。多謝我哋嘅主，引領以下嘅時間，奉靠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好，我哋今日嚟到睇呢個嘅28章嘅最後同埋29章我哋一同嘅嚟到去思考神嘅話語。好，我哋係照舊嘅將呢個嘅29章21節嚟到讀完，我哋一頁一頁嘅請弟兄姊妹嚟到去朗誦。第10年10月12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預言，攻擊他和埃及全地，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埃及王法老啊，我與你這臥在自己河中的大魚為敵。你曾說，這河是我的，是我為自己造的。我耶和華必用鈎子勾住你的須甲，又使江河中的魚貼住你的鱗甲。我必將你和所有貼住你鱗甲的魚從江河中拉上來，把你並江河中的魚都拋在曠野。你必倒在田間，不被修剪，不被掩埋。我已將你給地上野獸、空中飛鳥作食物。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蘆葦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用手持住你，你就斷截傷了他們的肩。
他們倚靠你，你就斷截閃了他們的腰。好，下一位請。好，我讀。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刀劍臨到你，從你中間將人與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廢淒涼，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因為法老說：這河是我的，是我造的，所以我必與你並你的江河為敵，使埃及地從色弗尼他直到古實境界全然荒廢淒涼，人的腳、手的蹄都不經過。40年之久，並冇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的荒涼的國度成為荒涼，使埃及城在荒廢的城中變為荒廢，共有40年。我必將埃及人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主耶和華如此說：滿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國民中的埃及人。下位。我必叫埃及被擄的人回來，使他們歸回本地巴剔羅，在那裏必成為低微的國，必為列國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於列國之上。我必減少他們，以致不再轄制列國。埃及必不再作以色列家所依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時候，便思念罪孽，他們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27年正月初1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軍兵大大效勞，攻打推羅，以致頭都光禿，肩都磨破。然他和他的軍兵攻打推羅，並沒有從那裏得到什麼酬勞。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將埃及地賜給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擄掠埃及眾群眾，搶其中的財為擄物，奪其中的貨為掠物，這就可以作他軍兵的酬勞。好，同埋佢啦，David。我將埃及地賜給他，酬他所效的勞，因王以軍兵是為我勤勞，這是主耶和華說的。當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國發生，又必使你以西結在他們中間得以開口，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好多謝。我哋讀完呢個29章，發現有一樣嘢就係人嗰個驕傲，法老嘅驕傲到咩啊？埃及就係尼羅河出名啦，佢竟然驕傲到話呢條河係我做嘅，即係話咩啊？佢就係創造主，佢就係神。我哋知道萬物都係神所創造嘅，但係佢嗰種嘅驕傲到話呢條河屬於我嘅，所以佢自己就稱為呢個創造尼羅河嘅河神。所以我哋睇到埃及嗰個嘅神像，亦都係好多嘅一種嘅情形。所以我哋睇到出埃及記嘅時候，點解會一開始就咩啊？對呢個嘅尼羅河要咩啊？要將佢個水變為血啊！就係因為佢哋供奉呢條河係一個神，亦都係咩啊？咁法老就係做創造嘅神。咁我哋知道創世記好清楚講話，起初神創造天地。我哋一同嚟去唱呢首嘅詩歌，創造奇功，係喺呢個嘅生命聖詩嘅，相信應該好多人都識唱，但係唔係好常唱嘅一首嘅詩歌。我哋一同嚟去唱呢首嘅詩歌，我起個音。So do do re re mi do la re do ti， 我哋一齊唱。仰看天空，浩大無窮，萬千天體，縱橫錯綜，合成整個光明系統，共宣真神創造奇功。人倫紅日
細樂聲動，是神大作，創造大功，發射光輝，照耀天空，顯示真神能力無窮，當空明月，晴輝如雪，面向大地，輕輕細說，從心述說，心平來歷，讚美真神，創造奇蹟，在他周圍無數明星，有如萬盞光輝大燈，一面遊行，一面歌頌，不停讚揚，創造奇功。誰睇他們所無沉寂，圍繞的他來復還下，誰知他們不發聲音，僅以軌跡發出光明，明知對意，卻能傾聽他們所發榮耀歌聲，在光明中讚美稱頌，創造主宰，全能神聖。上一次我哋講到28章最後尾，我哋只係講咗推羅，將推羅點樣被形容為佢背後操縱佢嗰個嘅撒旦嚟到去責罰，嚟到去俾我哋一個嘅認識之後，我哋睇到喺聖經裏邊時刻嘅推羅西頓係差唔多係一齊嘅出現嘅一個情形，所以喺28章嘅後尾就係審判呢個嘅西頓，然後咧就咩咧？就好清楚佢講俾佢預言俾以西結聽，以色列民神要點樣嘅招聚佢哋翻嚟。今日我哋繼續嘅將28章呢兩小段睇完，然後我哋進入第29章。28章嗰度21節嗰度話：人子啊，你要向西頓預言攻擊他，說主耶和華如此說：西頓啊，我與你為敵，我必在你們中間得榮耀。我在你們中間施行審判，顯為聖的時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我必使瘟疫進入西頓，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殺的必在其中仆倒，四圍有刀劍臨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四圍恨惡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們作刺人的荊棘、傷人的蒺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將分散在萬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來，向他們在列邦人眼前顯為聖的時候，他們就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們要在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圍恨惡他們的眾人施行審判以後，他們要蓋造房屋、栽種葡萄園，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所以喺呢度我哋首先睇到神點樣嚟到審判呢個嘅西頓。面向西頓，我哋睇到喺以西結書裏邊，時刻嘅都要先知嗰塊面嚟到向邊個地方，就向嗰個地方嚟到施行審判。所以而家佢係要懲罰嘅地方係呢個嘅推羅。巴比倫之前，巴比倫未曾強盛之前，推羅係喺呢個嘅腓尼基最繁榮嘅地方。所以推羅西頓大哥嘅時候咧，推羅比西頓更加係繁榮嘅，喺推羅之上。然而推羅被滅之後，呢個嘅西頓咧好快脆就咩啊？
成為一個嘅繁榮嘅地方超過咗呢個嘅推羅，因為推羅被滅啦。咁然後佢成為腓尼基最繁榮嘅城市，推羅卻永遠嘅復蘇唔可以再重新振作因為推羅係被神完全嘅毀滅，所以一個嘅情形。但係西頓仲係一個嘅繁榮嘅一個嘅地方，但係神仲係要審判，神與西頓為敵。弟兄姊妹，我哋要好清楚嘅認識呢一句嘅說話，我與你為敵係神親自講嘅，淨係喺以西結書裏邊先出現咗呢句嘅說話，我與你為敵。所以同每一個嘅國家要攻擊以色列嘅，神都話我與你為敵。既然喺昔日係咁講嘅時候，同樣今日亦都係咁樣樣。凡係同以色列國家為敵嘅，神都要與佢為敵，包括呢個迦薩。所以呢個係喺聖經裏邊俾我哋睇到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情形。然後呢句說話我與你為敵呢句嘅說話，要反映出保羅喺羅馬書第8章度講話，神若幫助我哋仲怕乜嘢嘢咧？ If God is for us， 所以呢個嘅英文嘅 preposition if God is for us 同埋我與你為敵係咩啊？ God is against us， 所以呢個 against 同埋呢個 for 就係兩個好大嘅一個嘅特點俾我哋睇到。今日神係幫助我哋，神幫助我哋，我哋就唔需要懼怕。我哋冇一樣嘢可以將我哋與耶穌基督嘅愛隔絕。呢一個就俾我哋認識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情形。所以神對付西頓係咩咧？用呢個嘅瘟疫橫時血流街上刀劍臨到，俾我哋睇到，即係喺嗰個嘅地方裏邊嗰個嘅瘟疫嗰個 pandemic 係真係好犀利嘅。今日我哋知道以前我哋未曾經歷嘅時候，但係我哋呢個世紀嘅人都經歷咗呢個嘅 pandemic 嘅情形，咁我哋就知道呢個 covid 嗰個時候嗰種嘅情形係冇真係好似唔會話你有乜嘢嘅特別就會唔會臨到你，只要你唔小心感染到就感染到，就係一個咁嘅情形所以我哋今日整個世界都係喺呢個嘅 covid 底下，只不過慢慢嗰個嘅感謝神嘅就係瘟疫嘅唔會係永遠都係咁厲害，慢慢佢會呢個弱會比較微弱，然後人嘅身體慢慢會適應，但係我哋一直都喺呢種嘅瘟疫嘅籠罩嗰個嘅影響之下，所以俾我哋睇到四圍恨惡以色列家嘅必不再作佢哋刺人嘅荊棘。所以25到32章裏邊，神用咗咩啊？神用咗巴比倫嚟到懲罰咗以色列周圍嘅鄰國，除去咗以色列人嘅荊棘、傷人嘅蒺藜。呢一啲曾經喺以色列人嘅周圍裏邊嚟到去攻打佢嘅，嚟到去刺殺呢個嘅以色列人嘅，全部都俾神使用嘅巴比倫完全嘅毀滅所以呢個俾我哋睇到一種嘅情形，神喺嗰個時候會使用到一個嘅巴比倫，喺歷代嘅歷史裏邊，神都使用咗某一個人嚟到去咩啊？嚟到去毀滅呢個以色列人嘅敵人。但係當以色列人仲係喺呢個罪惡當中嘅時候，無形中每一次嘅毀滅當中都會毀滅到呢個嘅以色列人，直到最後將來嘅日子，佢哋要全然嘅悔改嘅時候，神先點樣樣嘅完全嘅搭救。但係喺其中所經歷嘅，神都會眷顧，只不過以色列人唔會完全嘅逃避咗呢啲嘅懲罰，只不過神繼續嘅喺嗰度保護雅各家。呢一句說話特別嘅指向咩咧？西頓，因為耶洗別亞哈嘅皇后就係西頓王嘅女兒，佢引誘咗以色列嘅百姓犯罪敬拜巴力，成為以色列最大嘅咒詛。所以呢句說話特別就指住西頓係以色列人嘅一根嘅刺讓以色列人嚟到犯罪。所以俾我哋睇到就係指呢個耶洗別喺呢個亞哈王嘅時候，係以色列王國裏邊最弊嘅時候，神就興起咗以利亞先知嚟到去幫助佢哋，但係都幫唔到。所以呢6個鄰國滅亡之後，佢哋包括猶太人就會知道主耶和華係神，係掌管全地嘅。今日點解要有啲嘅災害咧？好多人都唔明白，既然有神，點解有咁多嘅災難咧？就係因為人唔認識神，人唔肯嚟到去相信神，所以神就讓呢啲嘅災難臨到嘅時候，為嘅就係要喚醒我哋，為嘅就係要我哋能夠明白，神已經好仁慈，冇用到好似洪水咁樣樣。所以當洪水
落嚟嘅時候，嗰啲人喺度喺度呼喊，叫挪亞嚟到開，但係已經太遲啦。今日我哋一定要嚟到去承認，耶和華就係神，唔好再喺嗰度叛變。最後睇到28章就係咩咧？25、26節就係咩啊？神應許以色列人必定會翻嚟，所以神招聚分散嘅以色列家翻嚟嘅應許喺申命記、耶利米書、以西結書裏邊都好詳細嘅講到整個嘅舊約裏邊俾我哋睇到嗰個嘅回歸嗰個嘅佢哋點樣從被擄之地歸回以後我哋都睇到呢一個嘅預言係有呢個嘅時間性喺嗰個時候裏邊喺呢個巴比倫之後佢哋應驗咗翻嚟，但係亦都指住將來今日猶太人分散全球，將來神要點樣嘅招聚佢哋翻嚟。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我哋唔能夠完全嘅明白到神點樣去招聚。我再講就係唔好用我哋人呢個有限嘅一個嘅知識或者有限嘅頭腦嚟到時刻嘅去套住神嗰個嘅計劃。我唔贊成弟兄姊妹咁樣嚟到去做。當你唔明白嘅時候，你就話神啊，你嗰個嘅意志真係奇妙。我哋今日唔可以用話，好多人話，哎呀，你睇下以色列國嗰個咁細嘅地方，點能夠將全世界啲猶太人翻去啊？甚至乎好多人話哈米吉多頓大戰根本就唔可能，嗰個平原咁細，點可能敵基督帶全球嘅軍隊去到嗰度？嗱，呢一啲都係好多用咗人嗰種嘅方式嚟到明白特別我哋知道就話將來幾多人要騎馬你有冇搞錯啊？今日飛機飛彈撳個手指就咩啦？送晒乜騎馬去到嚟到攻打？所以呢一啲都係我哋用咗我哋今日嘅嗰個嘅 limitation。今日你同我嗰個有限嘅頭腦嚟到去衡量神嗰個嘅嗰個嘅作為，係好愚昧嘅一樣嘅嘢。所以我哋唔好去懷疑冇可能嘅，神唔會招造到猶太人全球嘅翻去，神就要咁樣做。所以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嘅咩啊？不單止係巴比倫70年之後嘅回歸，更加係將來嘅。因為點啊？係分散喺萬民當中，唔係分散咗喺呢個嘅巴比倫嘅王國，係咩啊？仲要安然居住。弟兄姊妹要明白呢樣嘢。以後我哋會睇落去，特別我哋睇到39章嘅嗰個嘅歌革嗰個馬各地嗰個嘅戰爭嘅時候，我哋更加唔明白，就好多人就喺度睇咩？一樣嘢我哋要明白嘅就係以色列人要安然居住，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general revelation， 講俾我哋聽。今時今日以色列人仲未曾好安然居住，但係亦都可以咩啊？住喺嗰度，住喺以色列當中，佢哋有能力保護到。但係嗰個安然居住啫嘛，即係冇人會去再攻打佢哋，直到敵基督最後嘅攻打。咁呢個安然居住肯定就係講咩咧？講到喺7年嘅災難之前嗰種嘅安然居住。咁點解喺嗰個時候會突然間安然居住咧？就係因為有一個嘅統管嘅王國，就係呢個敵基督之前嗰個10國，就係但以理講嘅嗰個10個國統管咗全球。係今時今日你同我都唔明白嘅，點可能全個世界有10個呢個嘅10個人嚟到掌管晒全球咧？你同我唔知道，可能中國係其中一個，蘇聯係其中一個，美國其中一個，呢個10個國10個王可能係咁樣，但係點樣我哋唔能完全明白。但係喺嗰個時候，暫時有個嘅世界嘅和平係咩咧？就係呢個嘅第一個印出嚟嘅嗰種嘅假象式嘅和平。但係嗰種假象式嘅和平，讓以色列人能夠安然居住一段嘅期間，然後跟住就有戰爭嘅，跟住就進入呢個嘅7年嘅大災難。所以巴比倫回歸，令到當時四圍嘅人都知道耶和華係神。末日嘅招聚更加讓列邦都知道，並且遵從耶和華係神。所以呢個俾我哋睇到，大家有冇睇到第25節嗰度話咩啊？他們就在我賜給我僕人邊個啊？雅各之地仍然居住。弟兄姊妹，我哋好多時候就冇留意到，通常係咩啊？
通常神會講話，他們就在我所賜給我僕人亞伯拉罕嘅地，因為神應該俾亞伯拉罕。但係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亞伯拉罕同埋雅各？亞伯拉罕同雅各嗰個嘅 difference 俾我哋睇出嘅就係12支派。所以我哋繼續要睇呢個以西結書嘅時候，要有一個認識，就係咩啊？今時今日12支派唔見咗，但係喺神嗰度永遠12支派都喺度。因為分散晒，好多猶太人都唔知道自己咩支派，但係神知道，所以以色列將來翻去嗰個嘅情形裏邊，由巴比倫翻去嘅時候，已經係咩啊？已經再冇分南國北國。所以第一次嘅應許，佢哋被擄到巴比倫要回歸嘅時候，以色列係合一嘅，再唔係分開北同埋南。嗰個係咩啊？係雅各嘅12支派。所以每一次講到雅各嘅時候，要諗嘅就係12個支派都合一嗰種嘅情形。將來亦都係喺將來嘅時候，以色列唔會再分裂嘅，係12個支派，係雅各嘅12個支派都會完全嘅合併喺埋一齊。呢個係神特別向雅各嗰個嘅應許。所以俾以後我哋會睇到由呢個33章一路睇嘅時候，就睇到嗰個嘅以色列嘅復興，再翻去興旺嘅時候，係12支派嘅一個好重要一個嘅認識所以我哋睇到喺呢個嘅啟示錄，點解有144000人從12支派裏邊出嚟好多人話冇可能啦，已經唔知道啦。但係喺神嗰度係冇難成嘅事，所以呢個我哋特別要有一個嘅認識明白。好，我今日嚟到就係睇呢個29章。29章係審判埃及。將推羅西頓呢啲完咗之後，而家對付呢個嘅埃及。弟兄姊妹，我哋要對埃及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認識神就用咗咩啊？用咗25章審判咗亞門、摩押、以東同埋非利士我哋上次已經講噶啦。由26到28章要審判呢個嘅推羅西頓特別推羅用咗3章西頓都係用咗一啲幾節嚟到形容。然後29到32。喺呢度要有4章嘅嚟到咩啊？審判埃及俾我哋睇到呢個咁嘅一個嘅情形，29、30、31、32 4章嚟到去審判呢個埃及。29到32章神審判埃及有7重嘅預言，俾我哋嚟去睇。今日我哋睇嘅29章就係咩啊？要攻擊法老，法老自己認為自己佢係尼羅河嘅鱷魚。中文用咗大魚呢個嘅英文原文係用咗一個嘅sea monster 一個海獸咁樣一個嘅情形但係就用咗鱷魚，英文就用咗 crocodile 嚟到咩？因為尼羅河嘅 crocodile 係差唔多最犀利嘅 crocodile 嘅嗰種嘅情形。埃及地係咩啊？係神賜俾巴比倫做一個酬報，然後第30章咧就俾我哋睇到嘅係耶和華嘅日子要臨到埃及，佢點樣截斷法老王嘅膀臂。31章就係法老王呢棵樹嘅，佢自己形容佢係一巨樹嘅一個嘅終局，同埋呢個怪獸嘅厄運然後咧32章最後咧就埃及要點樣嘅落到陰間。喺呢度俾我哋嚟到對呢個神要點解要特別咁樣俾埃及又咁詳細咧？有呢個嘅特別嘅一個嘅認識俾我哋睇到。我哋先嚟到睇29章呢個嘅尼羅河嘅鱷魚我哋睇到29章嘅分開嘅分段就係用咗尼羅河嘅鱷魚同埋巴比倫作酬報咁我哋睇1、2、3、4、5呢5段嘅一個嘅認識，對呢一章裏邊神點樣嘅要攻擊面向法老一個情形。所以第一節嗰度講話神喺第10年10月12日要清楚嘅認識就係以西結對每一個日子都好重要嘅，佢提出嚟梗係有一個嘅特別。呢個就係咩咧？就係講出嗰個嘅歷史有日子嘅時候嗰種嘅好處係點樣樣嘅情形，俾人能夠知道唔會話呢啲係一個嘅人創造寫出嚟一個故事，有歷史嘅根據背景喺嗰度。係埃及咩啊？神預言埃及要俾巴比倫攻打。係喺耶路撒冷咩呢個嘅滅亡之前佢滅亡係喺第11年所以呢個嘅講俾我哋聽話呢個嘅預言咧就係
喺呢個嘅攻打1年之後，就係咩？巴比倫去攻打，巴比倫攻打係喺第9年啊，開始攻打呢個耶路撒冷，第11年就將佢攻冧咗一個嘅情形啊。所以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嘅時候，呢個時候猶太人仲喺度咩啊？仲喺度以為埃及能夠救佢哋啊，所以佢哋喺度投靠埃及，投靠埃及嘅 prince， 埃及嘅王子。所以俾我哋睇到呢個嘅詩篇第118篇，再一次嘅明白，肯定係被擄歸嚟，就係呢個尼希米，唔係，因為第118篇嘅第8、第9、第10節就係聖經嘅中心，就係講咩啊？我哋要投靠耶和華，強似依賴人；投靠耶和華，強似依賴王子。就係以色列人最後學到嘅功課，佢哋係一路喺度嚟到去希望埃及能夠救佢哋脫離巴比倫，但係唔可以，最後被擄。所以最後翻嚟嘅時候，佢哋寫咗一個人生嘅結論，個結論就係要投靠耶和華，強似投靠任何人，包括呢啲嘅王子，包括呢啲嘅國王。所以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喺耶路撒冷仲未淪陷之前，神已經預言咗埃及要淪陷，俾佢哋知道唔係 aftermath， 唔係馬後炮，係之前神已經講咗俾佢聽，已經講咗俾以西結聽，亦都講咗俾耶利米先知聽。所以無論喺耶路撒冷嘅有耶利米先知嚟到講，喺巴比倫嘅有以西結先知嚟到講，以色列人都應該要知道埃及係唔可以依靠嘅一個咁嘅情形。所以神藉住以賽亞先知早已經警咗，唔單止係耶利米，以賽亞嘅時候叫佢哋唔好求助埃及。以賽亞書31章㗎，禍哉那些下埃及求幫助的，是因仗賴馬匹，倚靠甚多的車輛，並倚靠強壯的馬兵，卻不仰望以色列的聖者，也不求問耶和華。呢個就係人嗰個嘅悲劇。當我哋一有咩事情嘅時候，我哋就去求呢個求嗰個，都唔能夠喺神嘅面前謙卑嘅仰望求我哋嘅神。呢個係好大嘅歷史裏邊一個嘅諷刺，講俾我哋聽。但係人從來唔會喺歷史裏邊學習到啲乜嘢功課。所以喺呢度講話咩啊？面向你要面向埃及。OK， 呢個中文就冇將嗰個面擺出嚟就話你要向埃及。但係咩啊？其實喺原文裏邊都係一直嘅都要佢嘅 face， 要佢嘅 face 嚟到向住所以埃及長期嘅係以色列嘅敵人。從為奴開始，一直喺肉體同埋靈命中都係敵人無論係埃及嘅嗰種嘅享受，埃及嘅嗰種嘅敬拜偶像，都係以色列人學習到嘅。所以喺佢肉身裏邊，佢哋要為奴；喺靈命裏邊，佢哋敬拜偶像，都係喺埃及嗰度學到。神要先知面向埃及法老王，因為神要與佢為敵。喺嗰度講到，我要與你為敵要喺呢個我要與臥在自己河中嘅大魚，就係呢條鱷魚為敵，一個特別一個嘅形容呢個大魚呢個就係咩咧？就係 sea monster、dragon serpent 呢個大蛇whale 或者 crocodile， 唔係一般嘅魚，乃係河獸。但係因為喺尼羅河裏邊，鱷魚就係尼羅河嘅霸主，所以肯定指嘅就係所以英文就直接嘅用 crocodile 呢個嘅喺嗰個嘅聖經裏邊俾我哋睇到尼羅河釀造埃及繁榮，係埃及生產同埋運輸嘅主要河流。尼羅河以外嘅地帶都係沙漠，冇咗尼羅河就冇埃及。假如埃及尼羅河冇喺度嘅話，整個埃及地都係沙漠，就好簡單，就係個咁嘅情形。所以俾我哋睇到佢哋整個國家嘅主要就係呢條嘅河，所以佢哋點解要敬奉尼羅河為一條嘅一個嘅有呢個河神，而法老王就係呢條河神，佢話係我創造嘅。所以驕傲嘅法老王話自稱自己創造咗尼羅河，肯定唔相信神嘅創造。呢個就係俾我哋睇到嘅嘛。佢話你曾說這河是我的，是我為自己做的。當人嗰個驕傲達到一個咁嘅情形嘅時候，驕傲嘅高峰就係要做神，撒旦嘅驕傲就係要做神。每一個地上嘅君王統治過嘅，最後嘅驕傲就咩啊？我做君王都做唔夠，我要做神。呢個就係一個撒旦嗰種嘅
驕傲進入每一個人嘅心中，人嘅驕傲就係咁樣樣嘅一個情形啦。所以神要咩啊？神要抓拿懲罰鱷魚法老啊！第4、第5節嗰度俾我哋睇到呢一個嘅認識啊，你係要點樣樣嘅嚟到用呢個勾住佢嘅腮甲啊，你要點樣樣嘅啊，用呢個嘅貼住佢嘅呢個嘅鱗甲嚟到將佢喺河裏邊拉出嚟一個情形。神用勾住佢嘅腮甲嘅咩啊？係捉拿呢條嘅鱷魚從江河中拉上嚟。OK， 神要攻擊對付法老王，江河中嘅魚貼住你嘅鱗甲，係咩意思咧？係所有依靠埃及王嘅地方嘅民族，都係因為法老嘅衰敗而影響，成為沙漠曠野嘅地帶。所以凡係喺江河中貼住佢嘅鱗甲，即係咩啊？黐住呢條鱷魚，希望可以得到啲保護，得到啲利益嘅嗰啲嘅民族，全部都要咩啊？都要被變成曠野，都拋在曠野，就係咁樣一個嘅情形啊！不被收斂就係咩？埃及法老嘅埋葬係世界出名嘅，你同我都知道啊！呢個嘅木乃伊，但係神話呢個法老王嘅屍體咩？要拋喺曠野，即係肯定。唔係每一個法老王都入咗木乃伊，有一啲係完全嘅咩啊？冇收斂到，冇金字塔為佢嚟到去做一個嘅墳場啊，係完全嘅將佢咩啊？拋屍喺曠野啊，俾呢個空中嘅飛鳥嚟到食，野地嘅野獸食咗佢嘅屍體，係埃及。係當時時代，凡係死咗唔收呢個嘅冇得埋葬，都係一種嘅羞恥。所以我哋睇到第37章嗰個枯骨，就知道係一種嘅恥辱，即係所有嘅屍體都暴殄，都喺個地上俾飛鳥、俾呢個野獸嚟到食咗，係人嘅死亡最大嘅羞辱。咁呢個係法老王嚟㗎。佢連佢自己埃及最出名嘅木乃伊嘅埋葬嘅儀式都冇，就係一個咁嘅情形。所以俾我哋睇到神嗰個懲罰，讓佢完全嘅被羞辱。神懲罰埃及法老王佢虛假嘅勢力。人以為自己好有勢力嘛，嗰啲都係虛假嘅。埃及一切嘅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為蘆葦嘅杖，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用手持住你，你就折斷；傷了你的肩，他們倚靠你，你就斷截，閃了他們的腰。所以喺呢度咩啊？埃及人要認識到神嗰個嘅懲罰，並且知道神係掌管萬有嘅。蘆葦嘅杖係唔能夠依靠嘅杖，埃及唔係以色列可以依靠嘅。神講俾以色列聽，你哋唔好依靠佢。看下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壓傷的蘆葦，人若靠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這樣。所以我哋唔好以為有邊一個係永遠可以倚靠。今日同樣以色列人認為可以倚靠美國嘛，終會有一日都倚靠唔到。以色列人唔可以依靠地上任何一個國家君王，只可以依靠神。好清楚嘅，以色列人知唔知道呢？佢哋知唔知道佢哋喺巴比倫回歸之後，尼希米特別嘅寫咗呢個詩篇唔知係咪尼希米寫，但係嗰個時代寫嘅118篇，講俾我哋聽，聖經嘅中心就係咩啊？投靠耶和華，強似投靠人，強似投靠王子。但係今時今日，以色列仲喺度揾緊佢哋嘅埃及，無論呢個埃及係美國抑或係邊個國家，靠唔住，終歸要單單依靠耶和華。呢個就係俾我哋認識到神嗰個情，向佢哋所講嘅說話。埃及向依靠佢嘅國家獻出打仗嘅計謀，都係虛假嘅。列王記下嗰度記就話。你說有打仗的計謀和能力，我看不過是虛話。俾我哋睇到咩呢？
佢哋恃住佢哋自己嘅強盛啊，咁咧冇問題嘅，我哋有呢啲嘅計策，有乜嘢計策都冇用。今日人嗰個嘅計謀，人算不如天算啊，所以事在人，成事在天，呢啲我哋大家都熟悉。喺呢度俾我哋睇到一樣嘅情形就係咩啊？埃及地必荒廢凄涼。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嘅就係咩啊？佢哋嘅牲畜，佢哋嘅獸都會荒廢。呢個嘅情形俾我哋睇到就係咩啊？牲畜同埋獸係指咩咧？係指嗰個大怪獸，嗰個嘅鱷魚，唔係一般嘅牲畜。因為一般嘅牲畜嘅希伯來字係唔一樣嘅。呢個嘅mikros 同埋呢個 behima 呢個係一個野獸，係一個嘅咩啊？一個 dumb beast， 一個嘅好笨嘅一個嘅大怪獸啊！所以呢度俾我哋睇到嗰個獸嗰個字嘅一個嘅認識啊！神用刀劍剪除人係指法老，牲畜係指尼羅河嘅鱷魚，神都要將佢哋完全嘅剪除鏟去。唔代表話咁今日尼羅河冇鱷魚，唔係，即係神喺嗰個時代裏邊要點樣嘅嚟到懲戒佢哋，讓佢哋荒涼。因為法老驕傲嘅自稱自己係創造尼羅河嘅神，所以神要對付佢哋。弟兄姊妹，你要知出埃及記嘅10個災就係神要對付埃及嘅10個神。喺嗰個時代裏邊，埃及已經超過有5000幾個。如果神要一嘅由大到細全部嘅對付嘅話，神要俾埃及有5000幾個災。但係神係要將佢哋當時最強盛嘅、最被敬奉嘅10個神，就由尼羅河至到呢個法老，佢就係呢個撒種子，就係對付法老。其中所有嘅，無論係蒼蠅，無論係青蛙，無論係虱，連呢啲都當係神。你話嗰種黑暗又係神，所以埃及嗰種嘅黑暗係你睇每一次埃及嗰啲嘅恐怖嗰啲嘅電影都係黑暗嘅 darkness 就係佢哋嘅神。所以神要對付晒佢哋所有嘅神。神而家要對付佢，法老王自稱為神，佢認為埃及嘅呢條尼羅河嘅鱷魚就係佢哋嘅咩？所以神都要對付。所以神要法老同埋尼羅河為敵，使埃及地荒涼。神要向佢哋呢啲嘅嚟到對付。神今日要向撒旦宣戰為敵，因為嗰啲驕傲嘅要稱為神啊！所以俾我哋睇到神最後喺末世嘅時候要用所有嘅惡人為敵，因為佢哋咩啊？都跟從撒旦，跟從基督去攻打神，唔肯歸順喺神嘅領導之下。神最後嘅容忍到啦，所以點解7年嘅災難係咁犀利？但係到今時今日，仲有好多人當呢7年只不過係一種嘅神話，當係認為我哋嘅神唔會咁嚴厲嘅一種嘅情形啊！所以埃及地人嘅腳，獸嘅蹄，呢個當然係指埃及人同埋普通嘅野獸啊，一個嘅情形啊。第11節嗰度係指及到一個咁嘅一個嘅認識啊。但係40年之久並冇人居住。40年之久並冇人居住。當我哋讀呢段聖經嘅時候，我哋就有一個困惑。好清楚嘅，神講到40年，有40年之後佢哋可以翻嚟，但係好似喺歷史裏邊我哋冇睇到，因為歷史好似冇記載，聖經亦都冇記載，因為聖經係要記載神嗰個嘅咩啊？神嘅選民以色列嘅情形，所以好似神講俾佢聽推羅嘅情形，神都冇講到。巴比倫點樣有滅咗呢個嘅推羅，喺聖經亦都唔係，神講咗啦，但係就唔再記載。同樣嘅情形，神講咗呢個希臘，但係喺咩啊？希臘嘅時代喺呢個嘅新舊約嘅400年嘅黑暗嘅時代裏邊，所以聖經裏邊冇點樣記載到呢個嘅呢個亞歷山大點樣嘅打得好快，就係聖經只係形容咗佢嘅快速好似隻炮咁樣樣，但係聖經唔係講。所以聖經唔係以埃及為主，所以呢40年裏邊神冇記載呢40年嘅情形，並唔代表神嘅說話落空。呢40年必定喺歷史人類嘅歷史裏邊發生咗，只不過我哋唔知道。聖經冇記載，同埋嗰個時候嘅王國係埃及同埋巴比倫嘅情形之下，
巴比倫嘅本身嘅歷史有冇記載咧？我哋唔知道，可能應該，但係埃及絕對唔會記載自己嘅問題。埃及一路嘅驕傲，所以埃及嘅歷史裏邊冇記載到呢40年。佢話：我必將埃及人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巴比倫嘅歷史記載咗尼布甲尼撒王點樣攻擊猶大嘅手段，同樣將埃及都攻破咗，擄落咗巴比倫，逃脫咗四散周圍嘅人啊！亦都咩咧？呢個喺巴比倫嘅歷史裏邊有記載啊。然後咧，俾我哋睇到嘅就咩啊？埃及佢哋必定會回歸重建嗱。第一節目我哋睇啦，喺巴比倫王國所滅嘅國家裏邊，除咗以色列同埋埃及，冇一個翻轉頭。咁我哋要問，點解神會特別恩待埃及呢？13到16節話，滿咗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國民中嘅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擄嘅人翻嚟，使佢哋咩啊？歸回本地巴的羅，在那裏必成為低微的國。弟兄姊妹，從嗰個時代開始，直到今日，埃及都唔係出名嘅國家。神應許40年之久，必定召集巴比倫所滅嘅國家，只有以色列同埋埃及復國。巴的羅係咩？係埃及嘅地名。我哋知道呢個呢個同摩西嘅岳父都有呢個咁嘅字，嗰個的嘅字啊，但係唔係一個人名，係一個地方名，係尼羅河三角洲嘅地中海嘅地帶。Okay. 低微嘅國家，埃及從嗰個時代開始就冇好似以前嗰種強盛，從來喺嗰個時候開始，我哋冇聽過呢個埃及嘅 empire。再冇咗以前法老王嗰種嘅興盛，佢再唔可以管轄其他嘅國家，甚至乎佢自己都危危乎嘅，非常之低微。所以你睇神嘅話係幾咁嘅確實嘅一個嘅認識。從此以色列家都唔會再依靠埃及。今日如果以色列要依靠，絕對唔會依靠埃及。No way， 因為以色列本身都強盛過埃及。所以俾我哋睇到神嗰個嘅奇妙，神嗰個嘅作為，應許點解神懲罰7個國家裏邊唯有埃及可以復國，其他唔可以復國咧？有冇人諗過呢個嘅 question， 或者有啲咩嘅分享嘛？點解其他嘅唔可以咧？我諗咧喺埃及咧喺以色列嘅歷史上邊係非常之重要嘅。亞伯拉罕、雅各到耶穌嘅父親約瑟，佢都係要去到埃及嗰度求生存，所以神都係因為你咁嘅緣故，可能係會恩待埃及。因為埃及即係當然佢係拜假神啦、拜偶像啦，但係好多時候佢都係的確係幫助過以色列嘅生存。好多謝。耶利米都係啊。耶利米都係。要認識嘅就係以色列人當呢個嘅約瑟嘅時候，嗰個嘅7年嘅大饑荒係埃及神透過約瑟去到埃及，係藉住埃及嘅糧食同埋住喺埃及地得以保存，唔代表神唔可以保護佢哋，唔代表神唔可以讓佢哋有呢個嘅生存嘅計策，但係畢竟埃及伸出佢嘅手，因為約瑟喺嗰度，所以神話咩啊？凡係咒詛亞伯拉罕嘅，佢必咒詛；凡係祝福亞伯拉罕嘅咩啊？佢必祝福。我哋睇28章24節嗰度話：四圍恨惡以色列家的人，不再向他們作刺人的荊棘、傷人的蒺藜。埃及必不再作以色列家所依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時候，便思念罪孽。29、16節嗰度，所以喺呢度俾我哋睇到一個嘅情形，四圍嘅6國都係攻擊猶太人或者係幸災樂禍嘅。
盼望巴比倫毀滅猶太人之後，佢哋取而代之。但係喺打巴比倫嘅時候，埃及係去幫助過嘅。縱然之神唔要以色列人去投靠埃及，但係埃及畢竟係幫以色列，但係其他嘅六國都係咩啊？作刺人嘅荊棘，刺向以色列家。所以埃及一直都係想幫助猶大，盼望猶大能夠依靠佢脫離巴比倫嗰時候南國猶大國啊。所以除咗喺歷史裏邊佢喺呢個嘅饑荒嘅時候幫過以色列人之外，佢而家呢個時候都仲係幫助以色列人嘅。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其中嘅一個嘅特別，唔係話代表埃及所做嘅一切都好，但係畢竟仲係有一啲憐憫嘅心腸。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睇神嘅話語絕對唔會落空嘅。凡係咒咗亞伯拉罕嘅，佢必定咒咗；祝福亞伯拉罕嘅，幫助以色列人嘅，神必定會幫助。呢個就係神嘅話語嗰種嘅情形。所以俾我哋睇到最後嘅就係埃及地嘅嗰個成為巴比倫王嘅酬報17到呢個21節，俾我哋嚟認識27年正月初1日，耶和華嘅話臨到我說。27年係乜嘢嘅情形呢？27年就係以西結書記載嘅日期嘅最後嘅日子，係同第一節嘅第10年10月12日相差17年10月10日，與30章嘅20節就之前嗰個11年正月初7相差咗16年。喺呢度講俾我哋聽係咩嘢啊？人子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使佢嘅軍兵大大酬勞，攻打推羅，以致頭都光禿，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軍兵攻打推羅，並沒有從那裏得着什麼酬報。記唔記得我同大家講過，巴比倫花咗幾耐嘅時日嚟到攻打推羅啊？就係呢段嘅日子嘅相差。所以巴比倫花咗咁長嘅日子打推羅，打到佢自己咩啊？頭都光咗啦，膊頭都磨破咗啦。但係攻打完咗呢個嘅推羅之後咩啊？推羅已經將佢咁多年喺裏邊嘅糧食啊，乜嘢嘢都用晒啦，然後一把火燒晒呢個地方，所以咩啊？乜嘢嘢都冇啦，將啲嘢抌得落海嘅抌咗落海。所以咧，打完場仗，打仗最重要嘅係咩啊？打仗最重要嘅就梗係要擄掠嗰個國家啦。所以點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呢個蘇聯同埋美國要進咩啊？鬥快嘅就入去德國嘅呢個嘅柏林，要咩啊？要將德國攞咗咁多國家嘅財富都要攞走，係咪啊？最重要嘅攞嘅咩啊？就係科學家，就係猶太人。所以點解最後打完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後，蘇聯同埋美國會成為最強嘅國家咧？就捉咗啲猶太科學家咯。所以呢啲就係咩啊？最重要一種嘅情形就係將國家裏邊嘅強盛，所以巴比倫將以色列嘅所有嘅壯丁呢有智慧嘅，好似呢個嘅但以理嘅，攞咗去國家度咧，就係咁樣嘅情形咯。但係打推羅咧，一啲好處都冇，神唔會讓尼布甲尼撒王咁樣空打一場仗，所以佢就話咩啊？就要將呢個咁嘅情形俾我哋睇啦。所以歷史家約瑟夫記載話，尼布甲尼撒王花咗13年，呢度有17年，當然前後有呢啲咩嚟要攻打推羅。推羅被困嘅時間都耗盡一切，冇留低啲咩嘢俾佢。你喺歷史裏面講到嘅咩咧？就係講出埃及從中幫助咗推羅，運走咗啲財寶到第二度。呢個喺歷史裏面呢啲喺聖經裏，但係咁樣亦都可能啦。因為埃及去幫佢哋嘛，咁所以要打咗咁耐嘛，以至到巴比倫攻取咗一個空殼嘅海島，喺嗰度得唔到啲咩酬報，所以神咩啊？所以主耶和華說：我必將埃及地賜俾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以喺呢度咩啊？就咩啊？因王與軍兵係為我勤勞，呢個就係我哋嘅信實嘅神。弟兄姊妹，你同我侍奉神，神絕對唔會要我哋吃虧嘅。你唔好諗住，哎呀，我咁辛苦賺到啲錢，我奉獻俾神，咪咩啊？凡係咩啊？凡係我哋奉獻俾神嘅，神都會咩啊？加倍嘅賜福俾我哋。
你相信嗎？你經歷過嗎？凡係你將你嘅生命、你嘅時間擺喺俾神，神一定會賜你有足夠。神絕對唔會嚟到咩啊？嚟到去讓我哋受到虧損嘅。所以喺聖經裏邊俾我哋睇到神嗰個咩啊？你睇下神連咁樣都要去嚟到去酬報尼布甲尼撒王，何況你同我係神嘅兒女？要知道嗰個時候尼布甲尼撒王都未知道佢自己係神嘅工具，佢都唔相信呢個係神嘅。到咗最後，佢要經過咗6年嘅野獸嘅生命，佢先可以嚟到同但以理講：你哋嘅神係真嘅。弟兄姊妹，俾我哋睇到神嗰個嘅奇妙，神嗰個嘅信實，你同我都可以完完全全嘅依靠，唔需要去投靠其他人。巴比倫嘅歷史嘅記載，尼布甲尼撒王喺568到567年 B.C. 揮軍攻打埃及，擄掠咗埃及嘅財寶壯丁。嗱，我再講，聖經冇記載，埃及嘅歷史都唔會記載。但係巴比倫嘅歷史記載咗啦，所以到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嘅國發生，又必使以西結在佢哋中間得以開口，他們就知道我是神。當那日就係埃及打敗仗嘅時候，神讓以色列復興，國發生 ，a horn to spring up， 就係神要賜俾以色列嘅力量復興。我要叫大衛嘅國喺嗰度發生。我為我嘅受膏者預備明燈，詩篇132篇第7節。詩篇嘅國就係預言彌賽亞嘅降臨，唔係嗰個怪獸嗰個10個國嗰個第11個國嗰啲小國，唔係，唔好聖經凡係國都係指撒旦，唔係，呢一個係咩啊？係受膏者大衛嘅國，所以猶大被毀滅，逃脫嘅人跑到巴比倫講俾百姓聽嘅時候，被毀1年之後，以西結書33章21節以後，我哋會睇到嘅，啱啱就係埃及被擄掠嘅時候，神打開咗以西結嘅口，使佢可以向百姓說話如常，俾我哋睇到神嗰個嘅奇妙，神嗰個嘅奇妙啊！呢個俾我哋以後嚟到更加嚟到細節嚟睇神嗰個嘅話語嗰個嘅應驗嘅時候，我哋要知道神要點樣樣嘅喺歷史裏邊嘅應許成就，係將來都會，係今日亦都會。今日喺神嘅話語裏邊有好多嘅應許，嗰啲應許都一路嘅喺度嚟到成就。其中一個應許就係我哋承認我哋嘅罪，神就必赦免。呢個係一個嘅應許。其他應許就咩啊？我哋侍奉神，神必定會祝福我哋。我哋愛神，神必定更加愛我哋。呢一啲嘅說話，一就神過去點樣樣將佢嘅說話應驗應許，今日亦都係，將來亦都係。那時以色列家嘅百姓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所以今時今日，我哋每一個都要認識耶和華。今日美國咁嘅情形啊，無論而家係咪喺一個復興嘅當中，我哋知道呢次嘅呢個嘅政府把關閉嘅時候，整個嘅呢個嘅華府裏邊都擺滿咗一個咩啊？好盛大嘅一個嘅聖餐復興禱告會，係喺呢個嘅Lincoln Monument 嗰度擺咗好多好多嘅人喺嗰度為國家嚟到祈禱，為美國嚟到祝福。弟兄姊妹，今日你同我都要喺度嚟到堅定嘅相信，依靠我哋嘅神，因為呢一個係真係一個奇妙嘅一個嘅神，係一個信實嘅神，係你同我都能夠真係可以去體會到嘅。好，我今日就帶到呢度，弟兄姊妹有咩嘅分享或者呢個嘅問題？